天后陳慧琳奶奶劉沉靜本月初喺養和醫院安然離世，享年77歲。家屬一直低調處理後事，直到今日22日先至喺香港殯儀館1樓基恩堂正式設靈。消息一出，隨即引起全城關注。畢竟劉沉靜雖然唔係圈中人，但身為陳慧琳老公劉建浩嘅老母，兩位孫少爺劉星同劉森嘅親奶奶，加上劉家本身喺香港商界頗有根基，呢場喪禮嘅一舉一動自然備受矚目。據悉，翌日大殮儀式結束之後，靈柩將隨即奉兒歌連神國火化場火化，一切從簡卻不失，莊嚴肅穆，充分體現咗劉家一貫低調務實嘅家風。講到呢場喪禮，最耐人尋味嘅地方在於劉家選擇咗將消息隱瞞長達20幾日。要知道喺香港呢個八卦消息滿天飛嘅地方，一個富豪家庭嘅當家主母離世，竟然能夠做到滴水不漏，着實唔簡單。有知情人士向本刊透露，其實劉沉靜早喺5月1日已經喺養和醫院病逝，當時劉建浩第一時間通知咗所有至親好友，並迅速安排咗後事，但刻意冇對外公布任何消息。有分析指，呢樣嘢同劉家一貫唔中意高調嘅性格有關。加上近年來劉家已經因為一場轟動全城嘅豪門官司而被傳媒追訪得夠慘，今次自然希望能夠安安靜靜咁送別母親最後一程。事實證明佢哋嘅策略係成功嘅，直到今日設靈當日，傳媒先蜂擁而至，但由於一切已經安排妥當，所以成個過程相當順利，冇出現任何混亂場面。今日下晝約5點幾，港媒喺殯儀館外守候咗好耐，終於等到陳慧琳一家4口嘅保姆車抵達。戴住太陽眼鏡、一身素服打扮嘅陳慧琳率先同細仔劉森落車，兩個人步伐急速，明顯係想盡快入面，避免被傳媒糾纏。而大仔劉星就聰明得多，足足等咗約10秒先至從車上跳落嚟，趁傳媒嘅鏡頭都集中喺媽媽同細佬身上嗰陣，低頭快步追趕上嚟，3個人隨即一齊步入電梯。成個過程有條不紊，睇得出劉家兩位少爺雖然年紀輕輕，但喺應對傳媒方面已經相當老練。呢個大概都係因為從小喺聚光燈下長大，耳濡目染之下，自然學會咗點樣保護自己嘅隱私。有在場嘅知情人士笑言，大仔劉星嘅避鏡頭技巧簡直比佢媽媽仲專業。將來若果有意入行做藝人，光係呢份臨場應變能力就已經贏在起跑線上啦。至於劉建浩本人，傳媒喺殯儀館外守咗成個下晝都冇見到佢嘅蹤影。有消息指佢可能為咗避開傳媒，特意選擇咗從殯儀館嘅其他通道入去，甚至有可能比家人更早抵達現場打點一切。熟悉劉建浩嘅人都知道，佢呢個人向來極度低調，當年同陳慧琳拍拖多年先至結婚，婚後更加係幾乎從來唔喺公開場合露面。比起其他富豪老公，動不動就被影到出入名店或者帶住新歡招搖過市，劉建浩簡直係富豪圈中嘅一股清流。有圈中人曾經私下表示，劉建浩其實係一個非常有家庭觀念嘅男人。當年陳慧琳淡出樂壇專心相夫教子，背後最大嘅支持者就係劉建浩。而今次母親離世，佢雖然冇出現在鏡頭前，但從陳慧琳嘅隻言片語中可以感受到，佢喺幕後一定係操碎咗心。講到陳慧琳今日喺現場嘅表現，佢雖然全程戴住太陽眼鏡，但從佢嘅神態中依然可以睇到明顯嘅哀傷。當被記者追問喪禮以咩儀式進行嘅時候，佢只係淡淡講咗句冇特別儀式，就快步行入大堂。呢句話看似簡短，但細想之下其實包含咗好多信息。所謂冇特別儀式，喺香港嘅喪葬文化中，通常意味着唔會大搞排場，唔會請咩高僧做法事，亦唔會有咩特殊嘅宗教儀式，就係最傳統最樸實嘅送別方式。呢個亦再次印證咗劉家一貫嘅低調作風。
而當晚上近8點半一家人離開殯儀館嘅時候，記者再次追問劉建浩心情係咪已經平復，陳慧琳今次明顯比下晝多講咗幾句，已經平復啦。接着記者問兩個仔係咪都需要安慰，陳慧琳連忙話唔需要，佢哋冇問題，有心。講完就上車離去。從呢段簡短嘅對話中，可以感受到陳慧琳作為一個母親同新抱嘅擔當。佢一方面要照顧老公嘅情緒，一方面仲要安撫兩個正處於成長期嘅仔，同時仲要面對媒體嘅追問。但佢始終保持住得體嘅態度，既唔過度悲傷，亦唔刻意掩飾。呢種從容大概都係佢喺娛樂圈摸爬滾打多年所練就嘅本事。今日設靈嘅靈堂佈置簡潔而優雅，冇嗰啲花里胡哨嘅裝飾，卻處處透着用心。橫匾上寫着慈恩永懷4個大字，禮堂中央放置咗3個心形花牌，分別來自陳慧琳同老公劉建浩、2個孫兒劉星同劉森，以及劉建浩嘅家姐劉建芝。呢3個花牌嘅安排本身就好有講究，佢唔僅僅係一種悼念嘅方式，更加似係劉沉靜一生中最重要嘅3段關係嘅縮影。作為母親，佢最牽掛嘅自然係仔一家；作為祖母，2個孫少爺係佢晚年最大嘅慰藉。而作為母親，即便同女劉建芝曾經鬧到對簿公堂，但血濃於水嘅親情最終都係戰勝咗一切恩怨。講到劉建芝送花牌呢件事，就不得不提嗰段曾經轟動全港嘅豪門恩怨啦。2020年，劉沉靜入稟高等法院控告親生女劉建芝，指控自女搬入半山司徒拔道玫瑰新村寓所同住之後，不斷對佢進行威嚇、騷擾甚至動粗襲擊。劉沉靜喺法庭上更加係詳細描述咗個女種種令人髮指嘅行為，最終成功取得法院頒發嘅臨時禁制令，禁止劉建芝接近寓所或接觸居住在內嘅任何人，甚至要求個女唔可以出現在佢10米範圍之內。呢場官司當年喺香港引起咗極大嘅轟動，因為喺大眾嘅印象中，豪門恩怨通常都係新抱奶奶大戰或者爭產風波，母女反目成仇鬧上法庭嘅案例其實並唔多見，更何況劉家仲係一個喺商界頗有聲望嘅家庭，呢種家醜外揚對佢哋嚟講無疑係巨大嘅打擊。有知情人士向本刊透露，其實劉建芝同母親嘅矛盾由來已久，早喺2017年劉建芝搬入母親寓所同住之後，2個人嘅關係就開始急劇惡化。表面上睇係因為生活習慣唔同，但深層原因據說同劉家嘅財產分配有關。劉沉靜作為劉家嘅當家主母，名下持有唔少物業同資產，而劉建芝作為個女，喺財產分配上同母親產生咗分歧，最終導致矛盾激化到無法調和嘅地步。更令人唏噓嘅係，據當時嘅法庭文件顯示，劉建芝甚至曾經對母親動手，呢個亦成為咗壓倒劉沉靜嘅最後一根稻草，令佢下定決心要通過法律手段保護自己。當年呢件事鬧得滿城風雨嘅時候，作為新抱嘅陳慧琳都被記者追問過看法，但陳慧琳嘅回應堪稱教科書級別嘅高情商，佢只係淡淡咁講：呢件事已經交俾老公劉建浩去處理，我相信佢能夠處理好。既冇企喺奶奶一邊指責家姐，亦冇為劉建芝講嘢，完全將自己放喺一個旁觀者嘅位置上。有公關界人士分析指，陳慧琳呢番回應其實非常聰明，因為無論佢講咩都會得罪其中一方，而將件事交俾老公處理就係最安全亦最得體嘅做法。事實證明，陳慧琳嘅判斷係正確嘅，呢場官司最終以劉沉靜勝訴告終，而劉建芝亦因此同母親嘅關係降到咗冰點。但人生就係咁樣充滿咗戲劇性。邊個估到當年鬧到對簿公堂嘅母女，而家卻以一個心形花牌畫上咗句號。
劉建之喺花牌上寫落嘅道語，雖然外界唔得而知，但從佢願意喺呢個時候送上花牌呢個舉動嚟睇，相信所有嘅恩怨都已經隨着劉沉靜嘅離世而煙消雲散啦。有熟悉劉家嘅朋友感嘆道：人都走啦，仲有咩放唔低嘅呢？劉建之能夠喺呢個時候放下成見送上花牌，說明佢心裏始終都係有呢個媽媽嘅。靈堂內除咗3個心形花牌之外，仲擺滿咗眾多親友送上嘅花牌，其中不乏圈中人嘅心意。資深藝人胡楓以及著名美術指導奚仲文等均有致哀。呢啲花牌嘅出現，亦從側面說明咗劉沉靜喺香港上流社會中嘅人脈同地位。雖然佢並非公眾人物，但作為劉家嘅當家主母，佢喺社交圈中嘅影響力不容小覷。有在場人士觀察到，成個靈堂嘅氣氛雖然悲傷，但並唔沉重，更加多係一種對逝者嘅緬懷同敬意。呢個或許亦係劉沉靜生前為人處世嘅一種體現。值得一提嘅係，近日網絡上流傳咗一張陳慧琳一家4口嘅罕見全家福，兩位仔劉星同劉森嘅最新樣貌同身高瞬間成為大眾焦點。從今日喺殯儀館外嘅實況嚟睇，大仔劉星已經長得相當高大，身高明顯超過咗媽媽陳慧琳。要知道陳慧琳本人都有1.73米嘅身高，劉星能夠超過佢，相信身高已經接近甚至超過1.8米啦。而細仔劉森雖然年紀較細，但同樣已經高過媽媽，兩兄弟企喺陳慧琳身邊，簡直就似兩個保鏢咁。有網友感慨道，當年陳慧琳生咗大仔劉星嘅時候，仲喺樂壇活躍期，轉眼間兩個仔都已經長成大小伙子啦，時間過得真係快。從陳慧琳近年來嘅生活狀態嚟睇，佢同劉建浩嘅婚姻可以話係娛樂圈中嘅模範夫妻之一。兩個人從大學時期就開始拍拖，經歷咗漫長嘅愛情長跑，先至步入婚姻殿堂。婚後陳慧琳更加係為咗家庭而大幅減少工作，將重心完全放喺相夫教子上面。喺呢個動輒就有明星夫妻傳婚變嘅年代，陳慧琳同劉建浩嘅感情始終穩定如初，呢個本身就係一件好唔容易嘅事情。而從佢同奶奶劉沉靜嘅關係嚟睇，陳慧琳都曾經喺多個場合表示奶奶對佢好好。新抱奶奶問題從來都唔係佢需要擔心嘅事情。而家奶奶離世，陳慧琳全程親自到場打點，從下晝5點幾一直待到晚上8點半先至離開。呢份孝心同擔當亦令唔少人對佢刮目相看。有資深娛樂圈人士分析指，陳慧琳之所以能夠喺娛樂圈保持咁好嘅口碑，同佢本身嘅性格同處世方式有好大關係。佢唔炒作，唔八卦，唔參與是非，無論係面對媒體定係面對家庭問題，佢都能夠保持一種得體而從容嘅態度。呢次奶奶嘅喪禮就係一個最好嘅例子。面對傳媒嘅追問，佢既唔回避亦唔多講，既表達咗對逝者嘅尊重，亦保護咗家人嘅隱私。呢種分寸感唔係一般人能夠拿捏得住嘅。回顧劉沉靜嘅一生，雖然外界對佢嘅了解唔算太多，但從佢同個女嘅官司以及同新抱嘅相處嚟睇，佢應該係一個性格剛強、有主見嘅女性。能夠喺晚年做出將親生女告上法庭呢樣嘅決定，說明佢係一個寧願承受外界壓力都要保護自己嘅人。而佢同陳慧琳之間融洽嘅新抱奶奶關係，則說明佢亦係一個懂得欣賞同珍惜好新抱嘅人。而家77歲嘅佢喺養和醫院安詳離世，雖然走得突然，但從家屬能夠咁從容咁安排後事嚟睇，相信佢生前應該已經將一切都交代妥當啦。隨着明日大殮儀式嘅舉行，劉沉靜嘅一生將正式畫上句號。靈堂內嗰塊寫着慈恩永懷嘅橫匾，或許就係對佢最好嘅總結。唔管曾經有過幾多家庭紛爭，唔管外界點樣評說，喺生命嘅最後時刻，一家人都係聚埋一齊，用最樸實嘅方式送佢最後一程。
劉建之嗰個心形花牌，更加似係一個無聲嘅和解，話俾所有人知，喺生死面前，一切恩怨都唔值一提。一路行好，劉沉靜女士，願天堂冇病痛，亦冇紛爭。而對於陳慧琳一家嚟講，失去咗奶奶同婆婆，未來嘅路仲好長，但有兩個已經長得比媽媽仲高嘅仔喺身邊，相信呢個家一定會繼續溫暖落去。正如陳慧琳自己講嘅嗰句話，有心，有心，有呢份心喺度，咩困難都能度過。